下午好。下午好。学咱的今天的前了前面事业有时阵的朋友学校做一个心得分享咱是今年度因为咧讲制度方面咱今年度在这个规划当中，咱就讲咱台南学校是联合单位学校的非常欢喜咱在今年度来做这个经典版的新来做新的分享学校的员工非常的无而且非常来台，对这个县立方面应该要进行研究学校在这个台南单位是担任一个人才但是对人才方面的认识不是很深即是讲今仔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会当做一个分享的报告因为学校会当讲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拢经着咱主任任自卑咱讲尊严不很重要虽然慢慢，但是会当讲有一种东西来怎样过学校在这个早头到下午当中请为3位讲师来主持咱会知咱会当讲咱前面的主笔伊最主要就是讲要咱如何从这个真理来启发到咱的心中，而且奉献着咱以咱的心来以这个社会的兄弟姊妹来共同咱这个王建文师伊最主要伫这个海波当中，就是讲咱爱向管，而且要看远就亲像讲咱的记录然后要立长志，不要长立志所以咱的时常就讲咱爱学习的心对经典方面咱来去注意经典当中就是亲像讲咱今仔日无论是讲你宣传也好做讲师也好，这个经典方面对咱每一个来讲非常虽然经典方面是足爱护的经典因为圣贤先父因所讲的每一句话咱讲爱经过爱思考爱经过了成书字复刻字、新文字、成书字、平面爱经过了这种课程当中，咱爱从这个内底的理路慢慢到我到所以会知咱这个咱第一节由咱请咱讲师伊甲咱讲王天下有三角奇看而且就是讲要统一一个国家迄个使这个百姓会当安居乐业咱做一个国君而且影实着咱来讲一个国君来讲，一个国君了要安居乐业当中，要有啥？有道、有德、有位。安尼伊来维护了这个国家，会当使百姓会当非常安稳。而且影射咱的身躯当中，咱也讲咱身躯中有一个自信份伫咱身躯中，咱这个自信份当中要安怎会当夸乐，迄嘛爱在咱每一个在这个动手的当中要安怎来做？因为在这个自信方面，要安怎规划会当袂害太在这个话当中，咱尽量爱刻意自己的使用而且在这个话当中，要安怎从咱这个态度要安怎做会出来有了这个美，有了这个包容心，有了这个注意的心，自然咱的显露咱这个谦虚因为咱在学中非常的谦虚当中兄弟姊妹拢一起来看。咱最主要在讲话当中，咱袂使想过来错误，因为学校所看，咱的学中一样的，但是到出个社会当中完全不同所以虽然我有食素食当中因为学校你袂规矩但是所应用的人非常的多
虽然伊比较素食，但是呢，伊生命这就是讲咱最主要就是讲，咱的言行，咱尽量来去达成。而且呢，咱咱正讲师伊所讲的，伊祖师，就是讲爱传承。因为呢，咱每一个人，就是讲，咱爱有带着讲，毋是讲咱厝的修道，毋是讲咱国家爱带动咱兄弟姊妹，带动咱的家庭，袂当断层。所以咱在这里就做大啲大啲来，富不为人本体，处处给本心。伊所讲的就是讲，见识的心，而且呢，咱在思想爱反观，咱的良心本性唔能够离开。而且来维护着咱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因为道理的物件、经典的物件，就是讲要推行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跟你安怎做？毋是讲咱听听的，咱所讲的，咱正经听听的，咱等下出去学经验，而且呢，咱爱在这个规律，知识，就是达到知识的这种变很大，地变很大，伊负债的难率，咱坐5个年就亲像人大，地就亲像亲像一个，一个优惠。咱就是讲土地来抗污了，而且呢，咱今日要达到圣人善律，咱为什么无法度？因为咱善律讲善律本是还民族，只怕还人心天啊！因为咱今日得不到天心，咱是正所谓就是下天意，所以呢，咱今日就是要保持还社会难用，所以咱今日要成为圣人善律，咱必须要安怎？咱爱学天，看天意，共同家己做伙来在这个修道的路途，会愈修愈欢喜，在听经文的当中，会感到本来因为呢，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每一个讲师，每一节课都无共款，而且呢，咱所唔捌的，咱会当借着讲，咱今日在听经当中。所以唔捌当中，咱咱今日所听的真正，咱有的分享。我报告到这，最后祝咱注意身体健康，生活平安。谢谢。组长分享了好来咱，好来拍我拍到。真的对医生的来讲，使讲义务真济。当然呢，咱伫今仔日呢，咱真理咱伫第一节甲咱讲的望天下，那无非当然就是讲咱大家对于了解推动这个道路呢，咱要安怎会当以身作则，那么呢，会当真正来带动了这个兄弟姊妹，因为咱毋通袂直接，咱在座呢。嘛有可能人的互拍，嘛有可能人的前面，嘛有可能人的因素，嘛有可能人的无事。所以毋只是讲安尼讲的时拢是咧讲淡薄，不是就是咱在座，因为咱拢总是在野的所以讲呢，咱大家拢有一份的责任，所以所讲的拢总是讲着咱家己，要安怎呢？会当来会当真正来诱导了解家己，那么呢来以身作则，来做互大家呢会当真正去清楚了解，会想要对咱安尼呢，咱的道路呢自然而然就会方便。那么呢，咱修道三法的这个三不朽立德，当然立德呢来讲起来，嘛就是爱流露着咱每一个人所具有伊的特色，这是咱本来就一定有。咱一定爱去建立，所以爱立德。立功也就是讲呢，咱一定爱有付出，有付出。毋是立德就好，咱立德了后，咱爱立功，也就是讲咱爱搭帮助道，做咱会当做的。那么咱伫道场，咱要咱扮演一个角色，要安怎会当找工课来做。所以讲呢，伫修行来讲起，咱一定爱家己建立两个课程。
一个课程就是学习，一个课程就是了解。各位姐妹，安尼咱敢听有啦吼？毋是单纯讲走条操课，还是食菜，安尼就好。其实咱来家己建立一个两个课程，一个就是我爱不断的学习，有课听课补课，有时间嘛爱自习啦。那么呢，搁一个就是了愿，了愿嘛，毋是讲前年有交代，我较去做。咱讲前年，咱国家伊敢有规定讲组长若无叫袂使做，敢有？无啦吼。其实咱想讲会当去访亲问道，那么呢，足侪摊会毋免人讲，其实咱会当做，即咱会当真正来建立了一个功，所以入功。那么呢，入功。咱伫内心当中有所了解、体会，那感受会当来分享，到最后有当有法度入言，无你要安入言？你无入功，无入功，你要安入言？因为你体会袂到，伊真正伫修行内底，逐日当去学习、感受的一句话，那安尼你要安怎去入言呢？所以讲呢，入德、入功、入言，伊说是有次第，有次第，毋是讲先入言，也是讲先入功，一定先入德，才有法度入功。入功呢，才有法度入言。若无你拢无德无功，你干那用讲的，袂准神。所以讲呢，咱过去呢，前来讲，人是看咱安怎做，毋是看咱安怎讲。所以讲呢，这点呢，咱爱会当有所体会。因为时间已经超过5分钟啦，我变个耽误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那么呢，咱会当如费圆满。其他单位呢，自比啦伫后一届未分享的呢，会当真正优先以上。感谢我们黄志宇直边贤道鞠躬。